新圣诗27首，我主上帝，咱来吟第1节。我主上帝，我那受主那荣耀，你的成就所做一切工程，我的七心都听见你的响声，有着充满你奇妙的工程，我心出小路上的生命，你真伟大，我真伟大，我心出小路上的生命，你真伟大，我真伟大。咱来吟第2首，第2首就较罕咧吟505首，505首。我要重新，咱搁听老师弹一遍，然后大家熟悉这个旋律哈。请咱第1节来吟2摆哦，好来。我为中心，我过不人的心灵，我的纯洁，因为无人关心，我要坚强，面对世间真困难。我要勇敢，克服人生艰难。我要勇敢，克服人生艰难。再来一摆第1节。我要忠心，我过好人的心灵，我要纯洁，因为有人关心，我要坚强，面对世间真困难。我要勇敢，克服人生艰难。我要勇敢，克服人生艰难。虽然无介好吟，总是真好听，真好听的诗歌。感谢主，咱主会用诗歌来勉励咱，爱勇敢，爱坚强。感谢阿乐主，咱只是请咱备办心来准备敬拜阿乐。请咱3个起立，甲厝边隔壁讲，请咱用心来敬拜阿乐上帝。好，这里有荣耀，请老师。这里有荣耀，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一直永留，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光明自由，敬拜神一路从前永留，永恒记住你在这里，你是起初的魔力。心在永在的主，全心敬拜你，大声欢呼。
阳被高举，你的日头日光照耀，万国赞叹你的荣美，圣洁公义主力量诚信，昔在今在永在的君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荣耀。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一直永有。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万民自由。敬拜神一路终水永远，有我天主你在这里。你是起初的末的，昔在今在永在的主，全心敬拜你，大声欢呼，羔羊被高举，你的日头日光照耀，万国赞叹你的荣美，圣洁公义主力量诚信，昔在今在永在的君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荣耀。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一丝永留。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万民自由。敬拜神一路终水永流，荣华的主你在这里。你是起初的末的，昔在今在永在的主，全心敬拜你，大声欢呼，羔羊被高举，你的日头日光照耀，万国赞叹你的荣美，圣洁公义主力量诚信，昔在今在永在的君王。你是起初的，你我的，昔在今在永在的主，全心敬拜你，大声欢呼，羔羊被高举，公义的日头日光照耀，万国赞叹你的荣美，圣洁公义主力量诚信，昔在今在永在的君王。你是起初的末的，昔在今在永在的主，全心敬拜你，大声欢呼，羔羊被高举，公义的日头日光照耀，万国赞叹你的荣美，圣洁公义主力量诚信，昔在今在永在的君王。昔在今在永在的君王。阿门，哈利路亚，阿门。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我咱听你出到这个拢啊学了主，我们唱歌来学了，学了上帝奇妙的听。我们唱歌来学了，学了上帝奇神的名。我们唱歌来学了，学了耶稣无比的听。我们唱歌来学了，学了耶稣尊贵的名。你的出来的所在，你到你来的大海，我们唱歌无人知。伊有丰盛的慈爱，伊的信实到万代，我们唱歌无人知。我们唱歌来学了。学了信心奇妙的听，我们唱歌来学了，学了信心宽亮的名，我们唱歌来学了，
学了三位的上帝，我要唱歌来学了，学了全人全地上帝。伫你出来的所在，伫高你的大海，我要唱歌无人知。伊有丰盛的慈爱，伊的信实到万代，我要唱歌无人知。要唱歌来学咯，学咯上帝奇妙的听，我要唱歌来学咯，学咯上帝真实的名，我要唱歌来学咯。学了耶稣无比的听，我要唱歌来学咯。学了耶稣尊贵的名，伫你出来的所在，伫到你落的大海，我要唱歌无人知。伊有丰盛的慈爱，伊的信实到万代，我要唱歌无人知。我要唱歌来学咯，学咯诚实真理的听。我要唱歌来学咯，学咯诚实全人的名。我要唱歌来学咯，学咯三位的上帝。我要唱歌来学咯。学了全人全地上帝，伫你出来的所在，伫到你落的大海，我要唱歌无人知。伊有丰盛的慈爱，伊的信实到万代，我要唱歌无人知。伫你出来的所在，伫到你落的大海，我要唱歌无人知。伊有丰盛的慈爱，伊的信实到万代，我要唱歌无人知。哈利路亚！主，你是丰盛的上帝，主，你是拯救我的主，你有丰盛的慈爱，你的信实到万世代，我要欢喜，伫遮用嘴来吟新的歌，来学了背上帝新的地，新的天。新的地，新的天，上帝的恩怨，新天地，新创造，我命的恩怨，新蓝心，新路心，上帝英雄恩怨。唱新歌，以后万有欢喜，万有欢喜。新天堂，新灵灵，上帝的恩怨，新力量，新希望，我命的恩怨，新的心，新的心，上帝英雄恩怨。当初唱新歌，以后万有欢喜，万有欢喜。上帝的恩怨，新天地，新创造，上帝的恩怨，新乐声，新路线，上帝的恩怨，唱新歌。
上帝的恩典，新的良新希望，我命的恩典，新的心，新的心，上帝的恩典。向主唱新歌，以后万有我心，万有我心。唱新歌，以后万有我心，万有我心。无所不在的天父上帝，阮知伫遮有主你的荣耀，主啊，阮感谢你创造宇宙万物，我嘛感谢你创造新的地、新的天。阮知伫你无有恶情的事，伫你有荣耀、尊贵、甲荣光。主啊，阮要你来唱新的歌。哦，主，感谢你，互万物拢换新。主啊，求主你帮助阮，互阮伫这新的年当中有新的思想、新的智慧、新的力量、新的愿望，帮助阮会当谦卑顺服，为主来活，来荣光拜上帝。感谢主，恳求主甲阮同在，互阮日日会当用喜乐的心来学乐你，来荣光你，来敬主你的好。感谢祈祷，拢是奉靠救主耶稣的名。阿门，阿门。感谢主，来继续。谢主，哈利路亚。请坐。
地甲其中所充满的，世界甲点伫伊中间，拢属耶和华。伊将地建立伫海的顶面，安置伫大水的顶面。治水画像耶和华的山，治水画徛伫伊圣的所在，就是手清气、心清洁、全心无枉负假，酒泉无藏奸鬼。即号人要得到耶和华赐福，甲对救伊的上帝得到义。亲爱的位兄弟姊妹，请即时，请咱三角来吟诗来学了咱的白上帝。请咱来吟神圣诗27首，神圣诗27首，我主上帝。请咱起立来吟。哈利路亚！至尊、至圣、至权的天父上帝，你真伟大，何等伟大！主，你创造宇宙万物，你掌管这个世界，你也赏赐你的独生圣囝耶稣基督，互阮因为主你的疼，因为爸你的疼。互阮因为救主耶稣会当得到永远活，主，这是何等伟大！主，阮要伫你的面前来唱歌，学乐你的大权能，学乐你的大疼痛。主，你有丰盛的慈爱，你有慈悲怜悯。主啊，你也听阮听甲互阮。真正毋知要哪回报主你的疼。主啊，也感谢你，你是一个会救赎的温情，互阮要做罪人的时阵，你着先来救赎阮。感谢你，感谢你的疼痛。主啊，阮要
伫你的面前，搁一摆来宣告，因为主基督的救赎，主耶稣基督的疼，被上帝恩惠怜悯慈悲，阮旧的人已经甲主你同顶伫十字架，主啊，阮已经按罪来死，按上帝来活，无搁因为这罪来受捆绑。主啊，你是荣耀尊贵圣洁的上帝，你阁有奇妙的作为。主啊，你的慈爱到永远，你的信实到万世代。总是主啊，世间人因为犯了罪来亏欠你的荣耀。阮就是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主啊，检采阮无够疼主，无够疼人，检采阮无够热心来侍奉主。来服侍主，主啊，恳求主你赦免阮知，或者是阮所毋知的罪过。恳求主你，因为你荣耀的名，因为你荣耀的名来赦免阮的过犯，用主你的宝血来洁净阮，互阮诚做合伫你使用的器皿。主啊，恳求主你继续来掌管即个世界，掌管阮的国家，掌管阮的家庭。掌管阮的教会，恳求主你，来亲自赐落你属天的平安，以及和平甲和谐伫阮当中。感谢主，也恳求主你通过你的罗卜喙所宣讲的，互讲甲听的，拢会当平平来得到利益。阮安尼祈祷恳求，拢是奉靠救主耶稣名来求，阿门。请咱三甲来启用，启用文64，启用文64，雅各书第1章。好，来，现在我来启，请大家来印。亲爱的兄弟姊妹，毋通受欺骗。伊无改变，嘛无天体转世引起的影。亲爱的兄弟姊妹，着知。这声，因为人的受气，袂当实现上帝公义的要求，所以着消除一切懒散的习惯，甲惯满的邪恶。着实行道理。敢早听道理无去实行的人。家己详细看了后，一个离开。毋过有个详细参考，互人得到自由，迄个完整的律法，阁有坚守的人。因为伊有实在去实行。若有人想讲家己真敬虔，是咧欺骗家己。照顾苦难中的孤儿寡妇，
对天父上帝看起来，这是请圣歌队来献诗。圣歌队今仔日所要献的诗是杨99点的平安。请来即时三甲来强受上帝的话，上帝的话记载伫来，歹势，咱来先来读新的诫命请大家三甲起立来读新的诫命。新的诫命三来。你着一心一性一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是我的
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正处理亲像家己。这两条界是全律法甲善理的总分头。我用新的概念予你，就是你着三听，就我听你，你也着安尼三听，你也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你是我的学生，请坐。啊，这是咱要来中读上帝话，记载伫新约罗马书。新约罗马书，咱今仔日要对第7章。新约罗马书第7章，咱要对第7节开始看。投影片顶悬有吼，是新约罗马人书第7章，咱要对第7节看到25节。大家看，我来读。安尼，咱要怎样讲？律法是罪恶吗？断毋是，总是若无对律法，我就毋知做。因为律法若要讲毋通贪欲，我就毋知贪欲。若是做成机会，对界面做成逐样贪欲伫我的心。因为无律法，罪恶是死；前无律法，我就活；界面到罪恶活起来，我就死。界面本是要互人活，照我所见过，反正是互人死。因为罪恶先机会，对界面欺骗我，佮对伊来害死我。第12节，安尼是律法是圣，界面也是圣，是义是好。若是安尼，迄个好的是互我死吗？断毋是。是罪恶对迄个好的，互我死，要显出是罪恶，互罪恶对界面成做罪恶的结头。因为咱知律法是属伫神的，若是我是属伫肉体的，已经袂去互罪恶，因为我所做的家己毋知，因为我所得行的。毋是我所意爱，反正所愿的，我去行伊。第16节，当我若行所毋爱的，就是承认律法最好。安尼行伊的，当毋是我，是点伫我内心的罪恶。因为我知我内面就是我肉体内无好之地，因为论。迄个意爱我就有，惊迄个好我就无，因为我所意爱的好，我无去行；我所毋爱的歹，反当去行。20节，独我若行我所毋爱的，迄个得行的，当毋是我，是点伫我内面的罪恶。安尼我得知有一个法，就是当我行。好的时，歹甲我伫地，因为我照内心是欢喜上帝的律法。若是我看百体中有别的法，甲我心志的法相交战，掠我来降服百体内罪恶的法。24节，苦啊！我会做人，之罪要救我脱出即个得到死的体啊！感谢上帝是对咱的主耶稣基督，安尼我本身用心智顺服上帝的法，用肉体顺服罪恶的法。以上。今仔真欢喜，咱的医治牧师，搁伫咱当中要来正道。今仔日医治牧师要正道的题目是自我认捌，自我认捌。将时间交予医治牧师。咱三个头来祈祷。
听阮的主，阮感谢你，你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你是全能的上帝，伫你面前，阮袂当得闪，袂当稳重。我只有显露真正我，才会当徛伫你面前。主，今仔日通过你的话，要成做阮好的帮赞。望阮拢会当拍开阮的心，开阮的耳孔，将你的真理来吸收，来整理，更要紧就会当来实践，真正行出上帝你的真道。毋是简单听道理的那点。愿主祝福今仔日阮的聚会，你的圣神甲阮同在，充满伫阮每一人的中间，充满伫阮的会场，充满无论讲的、听的，拢平平得到利益。安尼感谢恳求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求，阿门。今晚大家平安。真欢喜会当倒转来，咱的罗州教会，甲咱三甲见面，甲咱三甲来敬拜上帝。今仔日是咱总会所定台南新啊院的奉献主日拢伫3月春天来的时。我本身有读过台湾新啊院这个MD， 就是大学硕士。了后，伫我伫牧会中间了去读台南新啊院的这个底面就是咱讲的牧环学的博士啦。所以两间学校拢是我的母校，拢甲我有真密切的关系。今仔日学校爱我倒转来咱罗州教会，甲咱请安，当然这嘛经过咱教会的同意啦，包括咱蔡牧师的同意安尼所以互我会当倒转来，甲咱三甲见面。伫我未讲倒进前，咱有几分钟的即个请安的影片我想咱来观赏安尼来代替我所要讲的更较方便所以是毋是请咱的音控的同工，咱来放这段影片，互咱大家做伙来观赏。亲爱的兄弟，真欢喜伫遮甲大家分享南神的生活。今年咱有差不多9成左右的新生来注册，愿上帝保守因的学习，伫即个世代当中成做好的模样。另外，学校伫教育部伫暗了后，头一摆接受校务评鉴过程，通过差不多2年的准备，现在已经顺利来通过。同时，经历3年整修的礼拜堂甲教室已经开始使用，互环境愈来愈舒适。暑假期间，经历着风台，互南部受重伤，学校真侪树仔拢慢慢起来。教职员甲学生做伙出力，互学校真紧地恢复事事，也真安全。咱伫风雨当中得到上帝的保守，也祈求上帝保守人民灾区的百姓。新的一冬，咱该继续拍拼，互南神较好。就请大家伫祈祷当中纪念过。南神是一个天的团体，伫教会音乐会内面，阮拢做伙生活，做伙研究。特别是阮一天有早祷，搁拜3个大礼拜，透过即个团体服侍、司琴、合唱指挥、圣诗学等等的教导中，互因亲像伫教会内面有真好的学习。伫即个教会音乐会内面，阮老师无论专任还是兼任，大家伫合作的作用顶头，拢有真好的团队服侍。所有的老师无论伫
课业也是生活，包括嘛做伙出去听音乐会，互相来学习。我相信听上帝的人，嘛真爱听教会音乐有兴趣的人，阮欢迎恁来加入阮即个团体，无论是敬拜赞美的议题领导，也是顶顶教会音乐的问题，阮甲恁做伙来学习。男性的社会工作，我的特色是注重伫生活的实践，特别除了伫遮会当学习到社工的专业以外，嘛会当学习到要安怎将遮的专业应用伫教会的事工，甚至是甲社区的合作这方面。另外一个特色就是男性的社工，佫会当学习到新学有关的知识。所以你会当伫遮修到社工的专业，嘛会当用你家己的意愿去修更较侪有关神学的专业。伫阮学生的中间，阮有退休的学生，比如讲60几岁来遮读，嘛有拄啊对大学毕业的学生。所以学生甲学生的关系，以及学生甲老师的关系，拢是非常的和谐。邀请大家对于宗教社会工作有兴趣的，来甲阮做伙学习，来成做男性的一份子。台南新南医是一间在地去普世、充满人情味的学校。阮有真多元佮专业的信仰的课程，毋若干那传承对西方宣教士的精神，更将为牧师处境化多将肉体做神学的方法，会当满足各种无论是伫学术还是信仰追求顶面的即个需要，嘛为着咱地方的教会培育未来牧养上帝羊群的即个牧者。伫台南新南医内底，阮是一群彼此关心的朋友，嘛是互相学习的即个谈判，也是伫上帝厅内底的主内兄弟姊妹，欢迎来甲阮做伙学习领受上帝的恩典。主内兄弟大家平安，真多谢大家对台南新南医的关心、带导甲奉献。过去这个日子，无论伫经济、人事、营运，以及招生的部分，有拄着足侪的挑战，总是感谢上帝带领，有缘拢会安然经过。伫新南医既然奉献主席的是，我有缘代表全体教职员生甲咱请安，嘛搁一摆呼吁，这是上帝名设立的学校，望咱继续关心，继续带导。继续奉献，用所在的标来跑走，甲台南新南医做伙来行这条神学教育的路。也伫这个所在呼吁推荐优秀愿意献身这个兄弟来读新南医，来传承这个信仰，宣扬这个福音。多谢大家。好，咱毋知有偌济人捌去过台南新南医。可能无介济啦，南部的人可能较有机会啦吼。嘛有机会，咱会当安排一个行程安尼来去南部来台南新南医亲自吼，迄是一个真水的校园，嘛会通讲是咱台湾第一间的大学啊，我会当安尼讲吼。巴克的牧师伫遐来建立的吼。好今仔日牧师代表台南新南医来甲咱请安以外，吼，咱拄则已经看到遮影片，包括咱的老师、院长，吼，今日我简单讲，我主要来目的有几项，头一项就是咱关心、带导、甲奉献，吼，当然学校嘛爱咱的钱以外，搁爱咱的什么？人对。特别推荐优秀的人才来就读、来献身，这做上帝的采用啦。我过去嘛是受安尼的感动，才去读新南医所以今仔除了这以外，咱嘛爱为着学校的这教育师生，特别即马少子化，招生无遐尼容易啦
咱北部来看，你来看台湾新南因真理大学嘛是拢就拄着经营上的问题、招生的问题，吼、嘛咱为着这个新来教育的学校，还是咱基督教的大学来祈祷，吼、最后讲就是咱拢有即个什么物件，奉献地，吼、这会当扎转去无？会啦，会当扎转去啦。毋过吼，上好甲伊，嘿啦，甲落个奉献地安尼啦，好无？吼，你也感觉讲毋这水水啊，搁甲套者摕转做纪念吼。不过，就是咱加减尽心吼，用咱奉献偌济拢不要紧，不过真正的奉献就是出于咱的真诚的奉献，主拢袂甘啦吼。好了，下面我就要来开始分享今日咱所读的这段圣经罗马书第7章，拄则比方即次甲我讲，牧师你来拣遮长的圣经啊吼，这都保罗写吼。咱知罗马人书是基督教的教义真要紧的一本册，吼，真深，无容易捌，总是必定爱去读，因为足侪，因为咱知保罗伊本身嘛是对迫害基督徒，后来互主强强掠着了后，伊成做一个为主宣扬福音的使徒。哦，所以伊本身有真好的学问，真好的教育，然后伊是真虔诚、法利赛派的人，伊捌真侪语言，读真侪册，所以伊会当将即个真要紧，咱知影新约圣经内面有13卷，差不多拢是保罗甲伊相关啦吼，即个批信，包括罗马人书嘛是。哦，罗马人拢16章，总是咱若对今仔日要对第7章，咱来看一个题目叫做自我认识，还是认捌？哦，咱台语讲起来是真深啦，认识都一句话尔，对不对？毋过你若台语讲你有熟悉伊无？你有捌伊无？有无？迄个形容，迄个讲法都真侪款。吼，咱当时来问讲，我是甚物人？会问伊讲我是自罪啦。我捌去过下问，因有安尼讲哦。你自罪啊？你是谁啊？拄则咱读课文有无？我到出了一章，讲咱对镜在看有无？咱通常会照镜无？有啊无？洗面的时阵，洗身躯的时阵，还是要出门的时阵，你会照镜无？你看镜中的你捌问讲 ，Who are you？ 你是甚物人？捌无？我若生到即个款，无顺定讲我就是你的镜安尼吼。所以，拢会甲我讲，你穿咧安怎？你头毛有整齐啊无？有影咧，别人咧看咱，甲你看你家己有共无？你有了解你家己无？咱去到一个新的环境，还是讲新的学校，通常拢爱自我介绍，有无？介绍你家己，你什么名？你对倒位来？你的兴趣是甚物？你有啥物专长？你就简单安尼介绍你家己，会无？我捌2年前去美国，我的第3个查某孙出世，拄出世1个月，我全部孙就过去爱我。就甲3个孙安尼吼，迄阵上细汉佫都出世查甫孙做瑞啦吼，瑞谦，伊英文嘛叫 Daniel。迄阵我就车顶我就问讲 ，What's your name？ 因伫遐拢讲英文较济啦吼。My name is Daniel。伊会安尼回答吼。
我就讲 ，My name is Jimmy Chen，Jimmy， 哦，我英文名呢。然后我再讲一句 ，Nice to meet you， 很高兴认识你啊，有无？那么拢互相安尼来介绍你家己啦。毋过我来问咱大家，你捌你家己无？你有认识你家己无？可能咱每一个人回答会无共。后来，什么叫自我？自我咱讲就讲我家己啦，我答句是，我家己 ，myself， 就是自我的这个形体、肉体也好，所以世间人认为讲上可靠的就是我家己，靠我家己啦。今仔我的成就，今仔我的所有的一切，那么是我拍拼来啊，敢毋是？有咱有安尼感觉安尼无？我今仔当成绩遮尔好，嘛是我认真读册啊。我有拍拼，我有认真，我家己努力来。所以咱有一句话讲：求人不如求己啦。有无？求人不如求己。你去拜托别人，不如你家己来做啦。咱的人生常常拄着真孤单束缚，你家己一个人，真孤单的事。毋过只有这个我，无分日是暝是，无分时间空间，拢在咧陪伴你。当你孤单。无援助、无朋友的是，迄个我，就是你家己上好的助手。所以咱讲，我会反背家己无？朋友会反背咱无？会出卖咱无？会啊！毋过我咧，袂反背你，从来不会反叛，对无？我拢会帮衬你到底。咱有一句讲：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第二讲：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死而后已。这台语无好讲吼。老师伫遮吼，逐摆看到校长都我该敬礼吼。讲毋对，拢会甲我指正的吼，老师。所以天下无第二个我的伟大啦，对无？毋过反正倒世间上上无可靠的，佫是啥物人？嘛是我呢，嘛是自我呢。我若有成就的时，我就安那，尾就翘起来啊，敢毋是？就骄傲起来啊！我偌敖咧，今仔日若毋是我，咱的教会哪有通安尼？今仔若毋是我，对无？咱拢大声卡嘛，就骄傲啊，对无？咱会乒乓家己啦，所以，毋是只有你有成就，有当时你莫拄着失败挫折的时阵，对无？我若拄着挫折做咱的心灰意冷，都提袂出精神出来。所以，这个我是偌尔啊软弱啊！我嘛是抓袂牢啦，捉摸不定，你知毋知？真歹对付呢，佫真奇怪的人啊！咱讲国语讲古怪啦，所以，是咧，箴言4章23安尼讲。
讲你着尽心保守你的心，因为啦，心是生命的本源啦。古语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的。这个讲就是讲，我是安尼假说我，拢是自我所造成的，所以我一生甲我有真深刻的关系啦。咱必须要对自我还有深切的认捌啦。大家苏格拉底伊捌讲过一句话，讲人生贵乎自知啦，人生贵乎自知啦。什么意思？人活着，你得爱知影你家己啦，上宝贵的。毋过可惜咱拢无认捌家己呢。苏格拉底讲啊，就是讲你要认捌你家己啦 ，know thyself， 还是讲 yourself， 爱认捌 know 知影。好，我来问校长了，你即摆体重有偌重？几偌几？嘛无啥知你看，我最近有去马街去中国飞啦去会诊，本身拢，因为你去报道时就讲你先去验迄个三高，我心跳，血压，搁量身高体重，安尼。一直都无啊，我迄边就去量，哇，倒球，166.9，我本来是168的啊，变到169的，体重，系啊，特别超过了，我知我倒球啊，体重69.1，较重啊，系啊，腹肚伤胖，拢食宵，一工拢食5顿的，佫包括宵夜，就腹肚若枵就困袂去啊，习惯啦阮无说啦，讲莫要困啦，莫佫食安尼，所以表示讲我体重有较重啊，爱控制，你敢知影你心内是啥物？是咧想啥物？对不对？所以毋是捌家己讲我是乌头毛的，即摆拢白啊啦咱常常拢咧白就去有去腻安尼啦我嘛诚久无爱搁腻啊知影你的身高，我住生活知影你的啥物名家世，但是嘛无在伫了解你自我，咱有迄个。喜怒哀乐的什么叫做情绪啦？咱的欢喜的、快乐的、受气的、悲哀，对不对？像你家己什么兴趣？我想毋是干那了解，因为这拢是真肤浅的啦。咱才保留一生，伊拢努力的了解家己，所以伊对自我中间这个讨伐，伊认为讲伊家己有两个我。一个就是较高赞处的真的我，一个是较低赞处的罪我，犯罪罪我。这两个我时常在交战啦，在相演就是讲良心甲行为中间的争执，结果啥物人较赢？罪我较赢。所以，咱爱对保罗论到自我的问题来了解，咱要怎样自我认捌家己，自我认识来过得胜的我，迄个罪我。好像咱先来了解自我的矛盾，来。
拄则比卖就是讲无师傅哦，这段圣经安尼真长哦，70到25节当中几节？数学安尼小甲恁考者就算袂出来。19啦，嘿啦，25减7，搁加1啦，对啦，这数袂歹，嘿啦。毋过你咧读个中间，有感觉讲，敢若咧加着字的袂？有无？保罗本身嘛是一个文学家，嘛是哲学家呢，其实拢咧讲哲学呢。嘿，这段圣经当中，你毋知有注意到？你等于甲算，有几个我？哎呦，我有写哦。谢底了，51摆，算真多呢。拢咧讲着我，用我做中心，我的意愿甲行为发生真大的矛盾冲突，所以保罗伫这段中间向咱来表明伊的心灵深的所在，对人的这个本质的经验，伊讲好诶，什么叫做好诶？毋过安怎？我做袂出来，我行袂出来。伊嘛知影什么叫做歹，毋过伊却去做。这是毋叫做人格分裂啊？明明知影好，我做袂到；明明知影歹，我却去做，是不是？咱有人安尼无？矛盾呢，对无？这个感觉讲，伫我的身躯内面有两个人，有两个方面，家己真伫内心，敢若一个战场共款，伊互即种挫败感，安尼甲伊绑掉咧啦。犹太人嘛认为讲，每一个人拢有两种天性，两种意向甲冲动，就是善甲恶。好甲歹的冲动，甚至有一个犹太拉比嘛相信，人伫老母的子宫内底成胚胎的时阵呐，咱拢会精子甲卵子结合嘛，对不对？甲几个月就有胚胎啊，应该才3个月啦，着床了就有胚胎。有迄个胚胎的时阵，就开始啊。都已经有歹的冲动啊！伊伫咧等待要吸引人，要带人进入伫毁灭的内底。这个恶有好有够歹无？无好，对不对？但是犹太人确信智慧甲理智会当抵挡这种恶歹的冲动，所以保罗真正感觉讲。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我立志行好，毋过我无法度行出来，由不得我的迄个艰苦啦。有无？咱拄仔读个圣经内面，所以有一种无法度家己控制的痛苦，常常会做出甲家己的良心违背的代志，这叫做自我的痛苦，有无？咱看罗马书第7章18节、19节来，咱用国语读课来。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这就是咱的自我的矛盾啊！第二样，自我的冲突，矛盾甲冲突有无共无？矛盾就用伫心内啦，就是讲安尼是是非非安尼是是非非。一个无认捌自我的人，伊会陷入即种的冲突的中间，甚至落入去可怕两种的极端啦。头上面是讲家己感觉真好，
自视过高，家己会自抬身价，拄则咱讲的，就是讲，会乒乓家己，自我论断，自命不凡莫自私任性，自满自敌，自高自大，自以为是，拢了做家己真牛，不可一世即款的英雄主义啦。即种的自视过高的人，拢是极端自我最中心的生活。伊高估家己，看低别人贬低别人。即种人上高万毒，有无？咱有即种人无？你家己是毋是？咱问看卖，咱莫去看别人，讲咱家己就好。看到别人较有钱，咱就讲，有什么了不起？有什么了不起？对吧？咧颁奖，咱乐队咧伴奏下骹人对有什么了不起？有什么了不起？迄是你较好运尔万度甚至会讲万分，佫毋是万度，佫万分佫来。就看伊闹气，你真搞好，我就看你闹气先，甲你踢笑，对无？咱家己嘛想用熟练的口气来论断比咱较好的、较强的人。其实这种心态，若毋是当权派，就变做反对党啦。伊要立权，不过立袂着时，伊就甲你反对。为反对来反对，迄毋是讲伫咱的社会、咱的政治教会嘛安尼呢，有无？事事拢要甲人为难作对，明明即个感觉大家拢好好的代志，你就是要反对，表面上是甲人过袂去，其实是咧跟自己过不去啦，因无伊的舞台无人看伊有所以伊袂当好好看家己，接纳家己，就陷入一种的冲突的境界内底。第一种，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压制家己啦，低到自我怀疑，会自卑感，会感觉自爱自怜、自暴自弃，就啥物代志拢歹做放互烂，所以有当时你甲自卑感的人做伙真困难的。伊若家己看袂起家己，佫惊别人看袂起伊啦，你知是无？有自卑感的人是安尼伊对别人任何举动拢会作敏感。想你是毋是咧笑我？你是毋是咧看我无？伊陷入伫迄个神经节的过敏，患得患失。情绪的不安，不可捉摸，所以这一切问题拢互家己陷入伫迄个矛盾冲突的中间所以一个人若勇敢面对这种矛盾冲突，你需要自我认识。若无，咱拢会体会到保罗所讲，我真正是苦我苦对不对？只会当救我脱离这个会死的身躯谁能救我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你知道有一摆，咱知这个春秋战国的时代有一个齐国有无？齐国，有一个人叫做庄公姓曾，安尼叫做庄公，什么名我毋知，伊就有一摆出去拍猎，伊要出去中间拢有水扈嘛有人咧甲伊保护。拄着一只螳螂，你知道？螳螂在伊安怎讲？对，这有影台语专家，草稿，毋是草莓草莓是较细只，草稿是较大只，草稿走出来伫路里，甲伊的迄个车甲动起来着，想要。影响到伊迄个车链无互伊进前就对啦。迄螳螂迄个草稿，
这个水父吼，迄个卫兵就来甲总管报告。伊安怎讲？伊讲吼，这是匹夫之勇啦，不自量力啦，咱毋免甲伊计较。来，车小洗一下，挖一下就好啊，对毋对？伊甲你动啊，咱就洗边仔去啊，挖边就好啊，挖你边仔去就好啊。今仔日偌济人是不自量力，自不量力，无自我认捌，无毋知影自我的人啦。像耶稣捌讲过一个无底的财主的譬如有无？有一个人有无？伊讲啊，伊的册修行足多，册床底袂落有无？伊就甲伊个想讲哦，要甲这个册床拆掉，起较大间的有无？通底较济伊的粮食。然后就对伊灵魂讲：灵魂啊，你通安心啊，结果上帝安怎对伊讲？无知的人啊，今暝我若要讨你的灵魂，你所积聚的要归伫什么人啊？有无？咱知影这个譬如无？这叫做无知啊！伊嘛是一个自我冲突矛盾的人，一方面为家己咧积聚册床，积聚米粮。好，安尼我会当安那食清营教育，免烦恼啊。毋过另外一方面，伊的灵魂陷入咧迄个不安的状态，因为伊毋知伊的灵魂要去倒落啦。咱就一句讲：夫天地呀，万物之逆旅啦。这个天地中间，咱拢是甲这个万物的抵挡啦。公饮者。百代之过客，浮生哪忘啊？为患几何啊？这古文你拢听有？安尼袂歹，有读册。古语是讲：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浮生若梦，为欢几何？伊毋知自我生命是遮尔短暂嘛？是毋是？最后只是一声吐气啦，好来，最后咱时间来控制第三，咱来学习自我克性，就是讲这领胜过自我就对了。罗马这哲学家叫做奥利马纽马可Marcus Aurelius， 伊常常用自我征服做人生哲学的中心啦。就像你保罗所讲的讲，来，哥林多前书9章17来，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意思讲泡家己舔舔啦。互家己幸福，咱有个人去运动有无？为啥在运动？运动较流汗安尼，互家己舔舔，迄就是咧自我操练啦。你知意思无？攻克己身啦。因为伊意思讲，我若无安尼操练，惊啦，我所传好用别人，家己属互气绝啦，气散啦。所以，要制服家己无简单呢，要克服你的本性，真困难。所以保罗才讲，感谢主，罗马书2:50，咱怎啊读？靠着耶稣基督安那，靠着咱的主耶稣基督，我就会当安那脱离啦。一开始是讲靠我会做人啦，对无？应该做的好，我无去做；无应该做的好，我无去做。就是最后讲一句：感谢上帝，照着我的主耶稣基督，我就当得胜。咱知影伫1992年发生一个真严重的社会事件，叫做神话世界 KTV 放会，伊就安尼起袂过安尼。
这人叫做汤明雄，放火，甲迄个 KTV 拢烧去46个人，当然互判死刑啊！这足严重诶，当时我嘛有这代志，我嘛有看到，最后去用枪决，安尼当然无随枪决啦，嘛互伊加落内面关4年久诶时间。这中间有一个被害者，即日互烧死16个人诶，中间有一个叫做杜胜兰，伊阿姐叫做杜花明，伊是原住民，嘛是基督徒，伊原谅伊啊，然后一直写批，互这个汤明雄苦劝伊讲，你着爱为着你家己所犯的罪来悔改，然后你爱信耶稣基督。伊要赦免你拢总的罪过，结果这汤明雄，伊就感动，讲我这个大歹人竟然有人要原谅我，所以伊就该回避好，我决定要来信耶稣。所以1997年7月18日，伫監獄内面有一个牧师为着伊舉行最後的禮拜，他们叫最後禮拜，就甲伊洗了以外，伊去完成捐赠器官捐赠，因为准备要用清官啦。不过你知影有这4年来，伊伫監牢的内面帶領100外个人来信耶穌啦。对汤明雄这个案件咧，人知伊是一个自我认捌的人，伊知影伊害死16条的人命，伊知伊罪有应得啦，死是应该啦，应该都爱付上代价。但是伊知影我死后灵魂会当得救，这个较重要。所以后来伊悔改认罪，求主赦免伊，伊有信耶稣。咱俗语一句话来讲，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啦。本性就是老的某。这个时阵，咱会当改变外在事物环境，就是无法度改变咱家己的本性，甲老的我啦。我就是这个个性啊，对不对？无要安怎？这就是咱常常咧精进的所在啦。有人讲世界上上大的3大敌人啊，倒3个敌人：世界、魔鬼、甲家己自我。所以咱常常爱抵挡这3大敌人啊。最后我来讲一个故事：蝎子甲乌龟。蝎子在哪讲？对。有影是台语老师，月啦。啊，种囡仔虫，有一摆有一个囡仔想要过一条河，毋过伊袂晓收水，伊若落水就会沉落去啊。会看到一只乌龟，龟啦会讲龟啊，我第一甲你拜托你等下要过河我来安那坐伫你的迄个顶悬，脚趾皮顶悬，安尼好无？我袂使你会甲我插死啊！迄囡仔就伊。会讲插嘛？有毒啊，会讲插啊！伊讲袂啦，你放心啦。我甲你插，咱两个敢毋是拢爱沉落水，对不对？袂啦，你放心啦。这久听来讲，佫真有道理哦。好啊，伊就好心无来，你坐起来，来咱做伙来过河。收到中的时候，这个囡仔的本性行起来都直直甲插啊！甲你鼓插鼓讲你毋是讲你别甲我插，哪会即摆忽然间改变？迄个那个回答讲，这就我的本性啊，我无法度啊，我无法度控制啊，所以结果最后两只安那，拢沉落去，安尼啊，甲插死啊，久沉落，日仔嘛拢沉落水底啊，哎呀！有当时咱嘛是安尼呢，自责，
就是咧支配你家己成功失败的关键啦。所以保罗讲：攻克己身，叫身服我，致死劳我。要安那攻破你家己，克服你家己，互基督伫你的心上来得胜。通无负吼，安怎？伊捌家己为伊的肖像提字啦。伊写讲：我问你是谁？原来就是我。我本不认你，你却认识我。我少不得你，你却少得我。你我100年后，有你没有我。他这一首，迄个伊家画像，咱看着有啊，咱嘛看家己的相片无？咱的像后摆拢会阁老咧，对无？有你100年后就安那？无我哦，有影，所以咱大家有感觉莫名其妙。毋过德国的哲学家叔本华伊捌讲。人生大患在伫不知我啦，毋知影家己啦。你今日咱常常互罪我所限制，身不由己啦。所以真正自我，就是迄个犯罪我。咱必须接受耶稣基督力量来改变咱，靠着十字架力量来安那，伫咱的老我。所以最后，加入。我就伫加拉太人书2章20安尼讲，来咱这堂来，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啊！咱即马活的无过再是我，是耶稣基督。伫我的内面对我，自我认捌，就是咧探讨我是什么人。耶稣一摆问伊学生讲：人讲我是什么人？恁讲我是治罪啊？有无？有人讲啊，你就是先知啦，你就是迄个其中的一个。就彼得讲啥？你是基督。是真我上帝的囝bingo， 答对了。嘿，每一个人拢爱常常自我认捌，明白我是什么人，我的身份，我的形象，我的做人，我的工作，我是罪，我都爱自我认捌。你家己才是了解你家己的人，明白你家己的人。好，毋茫。互自我活伫基督内面啦，来过一个得胜生活。愿咱每一个人真真正正来面对家己，真诚面对家己，认捌家己，找到真正的我，照着耶稣基督，咱会记得，毋是靠咱家己哦，照耶稣基督来过一个新创造真我的人。因为保罗所讲的。当我活的，毋是我当的我，是基督伫我的内面的我。求主帮助咱，互咱对今日开始，咱过一个新的我，真正认捌家己，照着耶稣基督来过得胜生活啦。三下头来祈祷，主，我感谢你，阮知影，阮拢是真软弱的人，阮嘛是真无知的人，阮嘛是真软正。有时我嘛会骄傲，有时我嘛会自卑。主啊，这就是阮的软弱，阮的本性。所以阮袂当互罪较赢伫阮，互魔鬼较赢伫阮，来控制阮。阮只有照着耶稣基督来得胜到存。主，愿你踮伫阮的内面，阮也愿你踮伫你的内面，互阮成做一个新创造的人。求主赐福，嘛互阮每一个人拢改变阮家己，毋是要改变别人，只有改变阮家己，
踮伫耶稣基督内面，叫做新创造的，互阮的教会嘛会当换新向前，安尼主你就当得到荣耀。愿主赐福帮助阮，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尊名来求，阿门。感谢主，嘛感谢医治牧师美好的敬道。咱即时请大家来吟回应诗，回应诗新生诗505首，505首，我要重拾，请咱大家起立来吟全首。心来祈祷，要来奉献。今仔日是新学院台南新学院的奉献主日，请大家来关心，来奉献。起立来吟奉献的诗。
请咱即时来三甲来读今仔日的金句。今仔日的金句记载伫箴言第4章23节，咱家己来读2摆。来，上来，你着真保守你的心，因为伊是活命的根源。你着真来保守你的心，因为伊是活命的根源。箴言第4章23节。哎，真欢喜，今仔有新的朋友伫咱当中，是一个姊妹严秀鸾，严秀鸾姊妹，哦，来，欢迎，挂伫和平路，其他无留相关的资料，唔知是毋是基督徒？稍等，就请关怀组来关心一下秀鸾姐妹。来，搁一摆来拍拍欢迎，欢迎秀鸾，感谢。然后咱自己最敬畏，然后咱自己最敬畏，生命了我们这个家最敬畏，然后咱自己最敬畏。欢迎来鲁德教会聚会，耶稣爱你，大家都爱你。来，我简单来做教会消息的报告。第一点，这拄则咱的医治牧师有来介绍，也有来报告过啊，所以咱跳过哈。感谢医治牧师，今仔日为咱证道，咱来掌声来感谢医治牧师，感谢。来，第二就是拜三暗时的基督会。欢迎大家哈，时间上来会使哈，欢迎来参加为教会来守望代祷哈。第3本学期的圣职奖学金，若还要申请哈，紧来提出申请，到伫后主日截止。第4 3月29就是中秋主日，受地亚所受难周哈，请这个期间哈，会当用安静的心甲主，当受苦难。尽量避免有一寡喧哗啦，有佚佗即种行程吼。第5 4月初3拜5暗时8点，西二区7间教会，包括信义、成功、三公、仁义、八里、中兴、罗州，以及有基隆光州长老教会以及乐山园教会，伫本会礼拜堂举行受难日联合圣餐这祈祷会，请大家来踊跃来参加。第6 4月初5国外主日，上午吼7点要伫本会的1楼，要来举行这个朝阳礼拜啦吼，就是为着要纪念清早伫那迄耶稣的梦，遮妇女吼，见证主耶稣已经对死过活，同款邀请兄弟姊妹会当踊跃伫清早的时阵7点伫咱本会4月初5吼，伫本会要举行。另外4月初5国外赞美礼拜是联合礼拜吼，联合礼拜。请大家做阵来敬拜，来庆贺领受救主国活的活命，带领到愿望。第8 4月11拜六上午9点至12点，台北中会传道部要举行初阶的中级训练会，这邀请中级来参加伫大潮埕要来举办。那下面的部分请大家来过目啦吼，咱即时咱多来时间有限，咱来做每遍诗吼，每遍诗是386首，386首，天的万邦、万国、万民。咱吟诗线，请医治牧师来祝祷。天的万邦，万国万民，天开兄妹妹要相信，我若生命的兄弟，总要有关的。
咱领受上帝的祝福，但愿你大家得到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听堂以及圣神的相通，常常甲咱正人三角地地，对这事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阿门。阿门。请坐，咱别倒闭会。